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嘅課程發展主任 Tony。當子女由幼稚園升上小學，漸漸長大，父母就唔能夠再好似以前咁樣事事代勞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重要嘅課題，作為爸爸，點樣幫助子女培養自律能力，適應小學生活呢？要了解孩子係咪具備自律能力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觀察。第一，課堂專注力，孩子能唔能夠專心聽講，按時完成作業，唔輕易分心或者打斷其他人呢？第二，時間管理，孩子能唔能夠合理安排學習同埋休息時間，準時完成溫習同埋功課，而唔係拖到最後一刻。第三，負責任嘅行為，孩子能唔能夠主動整理書包，帶齊用具，對自己嘅行為負責？呢啲能力喺小一階段仍然係屬於發展緊嘅，我哋唔需要孩子即時去做到晒全部。點解自律能力咁重要啊？有研究指出，自律比起智商更加能夠預測學業成就。自律能力較高嘅學生，即使智商未必佔優，亦都有機會取得良好嘅學業表現。研究亦強調，自律係一種可以培養嘅能力，而家庭嘅支持係好重要㗎。咁爸爸可以點樣入手呢？我想分享兩個實用嘅做法。第一，教導孩子安排事情嘅緩急輕重。而家嘅小朋友個個都好忙碌㗎，除咗返學，仲有課外活動、補習，佢哋都好渴望有玩嘅時間。爸爸可以同孩子簡單討論點樣安排第二日嘅事，幫助佢建立先做重要嘅事呢一個嘅意識。例如2日後嘅默書就比較重要同比較趕急，要先溫習；而下星期嘅生日會就可以稍後先去準備。第二，設置階段性嘅目標，並且給予鼓勵。培養自律唔係一朝一夕就成功嘅事。爸爸可以同孩子訂立短期同埋長期嘅目標，例如由一齊整理書包，逐步放手俾孩子自己去完成。並且喺每一個階段達成目標之後，俾讚賞或者係獎勵。透過呢啲小成功，孩子會慢慢建立自信，更加願意為自己嘅事情去負責。總括嚟講，自律能力係需要慢慢培養嘅。爸爸除咗要適當引導之外，更加需要學習放手，而且要相信孩子係能夠做得到，能夠成功。最後，俾一個小提示大家，設置階段性目標，放手讓孩子自律。今集係3分鐘爸爸嘅最後一集，祝願每一位小朋友升小順利，享受小學生活。再見。